低強度體外衝擊波治療係近年新興嘅治療不舉方法，利用身體嘅自我修復能力來改善勃起功能障礙。原理其實好簡單，當低能量衝擊波傳導到陰莖海綿體同周圍組織時，會引發輕微細胞應激反應，促使身體釋放生長因子，刺激血管新生，修復受損組織。換句話說，呢個治療唔同口服藥物，唔係單純短暫增加血流，而係從根本上恢復陰莖嘅天然勃起機制。治療過程都好輕鬆，病人只需要平躺，治療師會用探頭喺陰莖同會陰唔同部位釋放衝擊波，整個過程大約15至20分鐘，無痛無需麻醉，治療後即刻可以恢復正常活動，完全唔影響日常生活。一個完整療程通常包括6至12次治療，視乎個人體質同情況，效果因人而異。不過研究發現，對藥物冇效嘅患者，接受呢種治療之後，有機會成功恢復自然勃起。低能量衝擊波治療利用身體自身嘅修復能力，幫助重建健康嘅勃起機制。